然，好用心同埋好開心去演繹佢哋嘅步伐。呢個時間請大家再次欣賞佢哋嘅溫柔嘅演繹，由你嘅掌聲開始。唔該晒6隊嘅組合，分別演繹嘅係花部嘅七彩以及花部嘅金達，佢哋有敏捷嘅身手，盡顯佢哋嘅實力，可以真係得心應手啊！